實在安南百位職人這本新書，由台南大學張元書老師歷時1年半深入調查，記錄台江在地35位職人的故事，包括產地耕作、食材加工、傳統餐飲等5大類。除了為台江的飲食物產與生活風土留下珍貴的記錄，8號在許多明代貴賓的見證，也正式開書發表。希望成為可走讀遊歷的體驗書。這本書裡頭呢，其實收錄的很多都是算是素人，可能過去的曝光度啊或知名度不是那麼的高。那我們也希望說，借由這樣子的機會，把他們3代啊，甚至說就是幾十年的那一種記憶啊，跟那一些飲食相關的一些理念呢，給分享出去。新書發表會在梅花里活動中心擺滿職人們所帶來的傳統美味、伴手禮以及在地農漁產，宛如台江物產博覽會和隱藏版美味全收錄。除了透過新書帶您走進職人現場，也凸顯安南區人的勤奮樸實。我們35位職人代表我們台江的樸實、認真跟踏實這樣的精神的這些職人的故事，我們新書已經發表了。那我們除了這個新書的推廣，要讓大家更了解我們安南區的人的特質以外，我們的美食美景，也希望更讓大家知道我們的產業，也能夠讓大家更知道。現場安慶國小也帶來環保食農教具和這學期所栽種的小米以及編織品，和大家一起探索小米的生命故事。加上來自安南區各里里長、各大廟宇、機關學校、廠協會代表都共襄盛舉，場面相當熱烈。市府副秘書長徐建林也代表市長致贈水滴造型講座，象徵職人汗水涓滴匯聚成河。該書除了典藏在國家圖書館，也贈送給台南市各圖書館以外，全書內容也已經登載於安南區公所官網。記者顧恩吉台南報道。